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曼珍，欢迎收看南方特搜报。全台第一家高科技设备的跑跑卡丁车，在北区西门路西门城麻果卡丁车乐园举办竞技开幕赛，总奖金高达15万元，还规划全台独家气垫式碰碰车等6项亲子游乐设施，提供阖家游乐的好去处。位于西门路4段的西门城商场，自4年起便开始整地招商营运。国际连锁品牌星巴克也看好这个地段，率先进驻开业。商场业者陆续也成立了跳蚤市场，为更加活络，更规划出1200平的空间，成立西门城麻果卡丁车乐园，提供舒适、安全、欢乐的主题乐园，让亲子家庭有个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今天是我们西门城，我们结合了 GoGa 卡丁车，还有我们那个麻果乐园，创造一个我们台南市市民可以来这边休闲娱乐，带小朋友来这边玩的地方。强调速度、安全与环保，业者特别引进全台独家最高科技纯电动卡丁车，并搭配占地400平的半开放竞技空间，不论是大人小孩、男生女生都可以轻松上手，体验电动卡丁车带来的趣味与刺激。刚才你甩尾很厉害。你以前有常玩这个吗？有。以前在哪边玩啊？以前是星光3月最楼上幼稚园的时候。我看你玩得很好。所以你那个甩尾要练多久？甩尾就这样开一开就会了啊。有一种快感。快感？会不会很危险的感觉？还好。这一场赛事能够让市民很就近的在市区里面就可以玩到卡丁车，尤其是电力卡丁车，不是油电卡丁车。卡丁车赛道设施方面，业者也特别引进全台最先进的圈数计时系统，减少人工计时的误差，让每一位化身小赛车手们都能感受到竞赛运动中分秒必争的乐趣。是可以做漂移的，还有专业的计时器，还有专业的服务人员。那我们都是用有品牌的卡丁车，安全上面都会无顾虑。西门城商场经理陈秀芬表示，园区内除了竞速的卡丁车以外，还规划了全台独家气垫式碰碰车，另外还有热气球嘉年华、纽约摩天轮、疯狂摇滚飞车、皇家旋转木马、蒸汽海盗船等5项亲子同乐的设施。我们台南市民下班就是也没有地方跑，还有6日，那我希望在市区，而且很近，又停车也方便，能在这边让大家带小朋友来这边玩，那才能表现到我们这个城市西门城那个城的意义。庆祝麻果卡丁车乐园开幕，业者也特别邀请知名车队 Smart 来站虾。园区经理陈秀芬表示，西门城目前正与区公所与里长联络，将陆续安排弱势家庭来园区免费游玩，希望在经营事业的同时，也能尽到一份社会责任。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在家遇到地震、火灾时要怎么办呢？为了提升小朋友的防灾知能，高雄科工馆举办日常防灾特展，以3只小猪的故事带入居家日常的防灾准备和技能，让防灾观念从小扎根。掩护，稳住。好，我们地震。在家里遇到地震发生时，要趴下掩护稳住；遇到家里失火了，要小火快逃，浓烟关门。在这项日常防灾特展中，都有清楚的标示，小朋友经过演练之后，在灾难发生时都能够做出正确的处置。还是没有办法灭火的时候，我们要利用什么呢？灭火器，对不对？哦，你很棒哦。那其实观念的建立要从小开始哈。然后我们在灾害来临的时候，才可以很自然的反应出来，然后做好防灾工作，比这个救灾工作更为重要哈。因为观念的建立应该先行。展区里是以居家实境展示结合互动体验，同步体验防灾知识和双语学习。只要用手机扫描手册上的 QR code， 就能够进入小猪宝失踪记里，循着避难地图避开各项灾难，把小猪宝救出来。
手册里面它会有一个 QR code 活动的 QR code， 我们扫进去加到这一次的 LINE 的好友，加进去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游戏。它随着每一关就会在现场去做搜寻，然后去解谜，然后你一关一关的去过关，然后它在进行解谜的过程中也会去搜寻我们的展场的物件。期望利用3只小猪这个耳熟能详的故事线，然后能够吸引学童、亲子以及幼儿的建构一个防灾的一个意识。另外，这项特展中还特别邀请日本人联灾难救助协会分享最新研发的人性化避难疏散空间，受灾户在收容所中也能够保有个人隐私，借以提供台湾另外一种防灾概念设计的新思维。它平时就是只是一个椅子的一个功能，但是就是在一个灾时的时候，它就可以建构出来一个房子的一个概念。那过去在一个避难的一个概念，大家在一个全部在体育场的一个时间，在一个地方，那事实上大家的一个隐私权事实上是没有被照顾到的，在那个避难的场所也是能够有一个疗愈的一个，而且就是相对来讲的话是比较舒适的一个环境。各项灾难都随时可能在身边发生，日常防灾特展以实境解密手法带入防灾资讯，也展示各项防灾产业的应用创新，为大小朋友的防灾教育上了一课。记者邱玉婷、赖昌邦高雄报道。台南市有一个金属工艺品牌，跳脱传统框架，将冷冰冰的钣金打造成时尚与美学并存的工艺作品，获得国际多项大奖肯定。在台南市有一个特别的金属工艺品牌，他们从传统的钣金产业起家，经过2代总经理林伟提的创新，借着设计美学重新诠释金属的线条与柔美，其中以月盘最具代表性。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后面的这个月盘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本身所做的商品。那它本身就是月亮照在湖水上面的一个意象，所以你会看到冷硬的金属，却看到非常柔软的一个痕迹。那其实我们希望给大家的一个想法，就是人他是需要有珠宝的一个装饰，那家是不是也要有一个金属的一个珠宝，类似像珠宝一样的装饰呢？所以我们就是把金属呢，把它幻化成我们的所有的家居家饰用品。所以我们有设计了花器，还有像类似冰球。还有我们的像赖副总统带去洪都拉斯的金属玫瑰花，还有我们的峡谷，还有我们的那个金牛，有非常非常多的产品，包含像我后面看到的这些月盘，也得到米其林餐厅主厨的一个使用。看这样子，你才能进到这个像哈利波特一样的房间。林伟提也创设一间特色的品牌概念店，装潢采用古典欧式概念，打造充满文艺的复古沙龙空间。这一家店呢，小小的，它20几坪，可是我们耗资千万去把它装点得非常的隐秘而且奢华。我们2楼包厢呢，都是用比较高规格的方式去呈现。我们就是用19世纪法国的一个欧式风格，上面有非常多的古董，都是我们到全世界各地所挑选。那第一间呢，它是一个体验教室，我们可能会聘请像插花老师或者是私厨来教大家怎么样插花，或者是调香，或者是烹调东西，或者是做甜点。那另外2间呢，它是一个比较隐秘的一个包厢，那甚至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就是要按密码才能进去的一个小空间。那其实我们的客群呢，大部分都是1、2代的企业主，大家来到这边呢，可以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享受。所以其实我们的会员呢，其实本身也非常喜欢不同的艺术品味包含像刀剑啦、品酒啦，或者是插花。那我们的所有的商品呢，就会在这一家店里面给我们的会员有非常多不同的体验服务。林伟提的品牌也进驻5星级饭店，成为代表时尚生活的高级精品，跳脱钣金既有的印象，成功将钣金推向艺术领域，并受到邀请参与日本东京时尚流行展、杜拜设计展、
法国巴黎时尚家饰展等3大国际级展览，让更多的人看到金属品牌全新的样貌。记者杨顺怀台南采访报道。楠梓区蓝田社区关怀据点庆祝成立2周年，并举办重阳敬老感恩大会。里长感谢志工们的协助，安排各式课程，让长辈学习成长。市府社会局及市议员也前往祝贺。蓝田公园占地广阔，但只有一些罐头式的游戏场和体健设施，以及生态池和一座桥。虽然保有大片绿地、步道和树木，但仍不符合当地居民的需求。希望市府养工处能够协助改造。已经跟一些民意代表争取了很多年了，2、3年应该有了哈。要多谢这些议员的支持了哈。终于特色公园的争取成功了哈，我已经把它争取到有4000万的经费啊，这个也都定案了。经过市府养工处和当地居民以及市议员召开座谈会后，收集许多地方民意，目前已经完成经费编列和细部设计。内部设施除了一般性的游戏设施之外，也会增加具有挑战性的体能设施，近期即将发包施工。里面有包含体健设施、沙坑、溜索区、自行车、直排轮的部分、自行车道练习场的部分。比较特殊的就是刚刚所讲直排轮的练习的部分，这个在其他的公园里面是目前还没有看到。预计在10月份可以去做施工发包，可能会在年底之前会整个蓝田公园的改造会整个完成。楠梓区蓝田里的高大特区大楼建案激增，人口数增加快速。里长和议员希望公园改造后能够有更多共融式的设施，让大小朋友都有适合的设施可以使用。市府养工处也会一并将公园环境进行改善。对，我想其实它整体的整个规划，其实都目前应该是会朝比较完善的方向来做处理。那在整个包括特公盟的家长的沟通下，我想目前的整体的规划都会让这些家长们非常的满意。那市政府我们也去争取，希望蓝田公园可以更多的功能，可以更多的让长辈还有让小孩可以来多利用这个公园。各年龄层都有老人的啦、中年的啦、少年的小朋友，各个年龄层都有设计下去，这是我最欣慰的。蓝田公园在10几年前新建时，附近的住户并不多，因此只做了简单的游戏场和体健设施。如今人口数暴增，公园等休憩设施需求提高，期待蓝田公园紧速改造完成。记者邱玉婷、赖昌邦高雄报道。我们都知道，有些手术可能需要全身麻醉，不过依照病情的轻、中、度，不一定都要用气管内插管的方式进行。可以利用喉头面罩来减少负担。在疫情起伏不定时，医院遇到开刀时常需要全身麻醉。不过，其实依照病情，如果轻中度手术，利用喉头面罩负担较少，不一定要用气管内插管的方式。全身麻醉的话，在一些比较不是很大型的手术的话，它可以不用插管，因为它不会因为那个腹部的压力让它造成它开刀的困难。在一些比较像是骨折的手术啦，或者是一些打石头的手术，比较轻的手术的话，它就可以提供足够的麻醉的效果。也不用放到那个气管里面去，造成它的刺激，醒过来比较不会喉咙痛。讲到喉头面罩，因为一个要价14000到18000不等，所以医院通常都是购买可重复使用的。不过毕竟无法100%确定消毒干净，10年前就推出抛弃式面罩，成为疫情下的好选择。传统的喉头镜确实是真的很昂贵，一支要1万多块了，所以一定会一直重复使用。那要抛弃式的话，大概只有800-900块钱那用过一次就丢，就不用担心其他的问题。就民众可以他自己选，可以主观主张。可以，大家可以自己选，看是要省那900块，还是那个使用900块那个求自己安心，这样是觉得是很不错的选择啦。
国中和医院麻醉科表示，虽然抛弃式面罩需要自费900元，不过推出以后，该院1/3患者都愿意自费采用。记者郭文吉、林银庚台南报道。什么样的人才能当老师呢？小港桂林国校有一位脑性麻痹的身障老师陈冠华，虽然坐着电动轮椅，仍教不熄他的教学热忱。学校也为他改造教室的无障碍空间，让他能够穿梭自如，呈现不同的上课风景。教室里坐在电动轮椅上教课的就是陈冠华老师。他虽然脚不方便，但还是会不时穿梭在课桌椅之间，和学生们一问一答，互动频繁，也能够操作电脑投影、播放影片和拿粉笔在黑板上写字。学生们都觉得和一般老师没有两样。他在黑板上写字，就跟其他的老师一样，只差他的脚不一样而已。上课的时候还是很细心教导我们。陈冠华老师是一位先天性脑性麻痹的身障者，但他克服身体上的缺憾，立志要当老师。学生们看到他坐的电动轮椅都感到很好奇，但他希望用自己的生命故事变成生命教育教材，让孩子们学习克服困难和乐于帮助他人。因为我的班级教室它是分组小组坐的位置，所以我可以用我的电动轮椅穿梭在各组之间，进行小朋友的课业指导，跟促进小朋友之间的讨论跟互动。对，这也是我在课堂上面想要教给小朋友的。对，把障碍当作是正常的事情来看待。因为我们本身学校也会有各个班级里面，其实也会有很多的一般班级会有一些特殊生。那其实让老师能够直接在教学里面去带孩子的时候，其实比我们在课本里面学的东西还要更实质有用。虽然陈老师行动不方便，但桂林国小还是愿意给陈老师一个机会，特别为他安排1楼的教室，并且在门口加设坡道。看到陈老师积极朝向教学之路迈进，挑战生命的精神令人感佩。我们学校也可以做一个例子，然后也可以鼓励所有的学校，如果假设今天有这样子的机会的时候，也可以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给社会上的一些所谓的身心障碍的人们，这样子。我很打从心底感谢这一些孩子，愿意围绕在我身边，时不时的给我鼓励，跟我说，老师，我好喜欢上你的课，这就是对我教学上最大的鼓励跟打气。对，我也希望可以继续把这一些善的能量继续传递下去，透过我的生命故事跟爱的教育。陈冠华老师克服身体上的障碍，如愿考取代理老师，也用他的教学热忱营造良好的班级经营，以身教精神融入课堂，成为教师独特的个人特色。记者潘志光、赖昌邦高雄报道。艺术家郑开祥认为，一块看板、一个骑楼、一栋老屋，都有它特别的样貌。日前，他接受台南荣馆的邀请，展出19幅街屋手绘作品。用它贴近生活的观察，让民众好好体会城市的美。由日本时代的老戏院所改建的荣馆，除了提供美食休闲空间，开幕以后也都提供展览，成为台南重要的艺文据点。9月份开始邀请艺术家郑开祥以钢笔和水彩来手绘他眼中的街屋和小吃。也因为来到台南展览，19幅作品当中有高达13幅都是台南在地的记录，相当真实，贴近生活。对我自己来讲呢，我认识城市的方式其实就是用绘画。我常常都是因为画那个地方，然后开始对那个地方有兴趣，然后或者是开始观察到一些小细节，然后就对那个地方好像越来越认识。其实包含我自己是屏东人，然后我以前也是因为开始画了屏东，然后才开始对屏东有更多的认识。所以大家就会发现到说，我画的街屋啊，其实就是很平常，周遭我们就会看到一些很平常的房子，甚至有些房子是我们平常会觉得很像有点诟病的，觉得这招牌怎么有点乱啊，铁皮不好看啊。所以我觉得我画这些房子，倒也不是说，那大家就是一起群起效尤，大家就一起破破烂烂。我觉得倒也不是那个意思，而是为什么这样的有点破烂的房子，它反而是
大家会有共鸣，甚至是国外的例如说日本杂志，他们来拍台南的时候，反而是拿国华街那种就是那种宰相来当做他们封面。其实我觉得这背后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对。然后我觉得这些房子会让人家这么喜欢，其实就是因为它上面有所谓堆叠的生活感。那因为那生活感，然后让我们产生了很多的情感的投射在上面。现代人生活步调快速，难得慢慢感受生活周遭之美，所以艺术家透过画作来传达，用画图代替拍照打卡的观察，也让荣馆相当认同，希望让民众深入了解台湾，品味城市。事实上，荣馆它是整个西市场这个复原的一个整个园区的一部分啊，就是回到1930年代。来，从1930年代这里开始，就是一个台南市集商业跟人文荟萃的一个集中的一个街区。那我们希望说，荣馆作为一个台南国华街跟中正路口一个最显著的一个地标位置，那能够将这里特有的这个娱乐还有美食这样的一个特性呢，能够再将它复原起来。所以未来我们荣馆还是会持续在办美食的这个活动，还有相关的艺术人文的这些展览。展览自9月开始，将一直展到年底。主办单位表示，民众反应热烈，还有机会延长到明年228，欢迎一起来感受城市的美好。记者郭文吉、李银庚台南报道。一边唱歌一边手拿乐器敲打，可以更融入歌曲当中。左营区路东里长照中心有一堂歌后站的歌唱课程，老师用钢琴现场伴奏，让长辈拿着乐器敲打，边唱歌边敲打。几堂课下来，长辈们都学会了好几首歌曲，也对歌曲旋律留下深刻印象。课堂上，老师弹着钢琴带领长辈唱歌，一大本的歌本里有国语、台语，还有日本、意大利的歌曲，这些老师都会教，大家都陶醉在美妙的歌声当中。就是台湾的民谣啦，或者是一些那个民歌啦，对，还有日文歌，应该都还蛮适合我们这种年纪的。那上一期的课程里面，我们甚至还加上了我们所谓的原住民歌曲，还有意大利文的歌曲，给长辈不一样的一个唱歌的一个境界，让他去了解，原来还有这么多好听的歌可以去吸收，可以去学习。接着，长辈手上拿着各式的节奏乐器，要跟着老师演奏台湾歌谣，听哦哦。前面几段可以小声的跟着打拍子，到了副歌弄破调的时候，就要用力敲打乐器，让整首歌曲更加热闹有趣。弄破调，一打一打，弄破调，一呀一打，弄一动下，哈哈哈。就大声呀，弄破调，弄破调，弄破调。为什么要敲得比较大声？因为那样比较高兴。那除了唱歌之外，我们有时候会加上一些节奏的律动啦，然后呢，让他们用一些乐器啊来伴奏他们所唱的歌曲，让他的唱歌可以更多元。然后喜欢唱歌，上完每一堂课之后呢，回去都还念念不忘，让他们那个唱歌的融入他的生活当中。每首歌曲的表现方式都不太一样，老师都会一一分析歌词的内容和旋律的走法。长辈一边唱歌带入情绪，一边跟着敲打节奏乐器，更能够融入歌曲的情境。老师也用钢琴现场伴奏，一边教一边弹，效果更好。你用钢琴现场的帮那个长辈伴奏的话，你可以去做很大的弹性调整空间，跟你配上卡拉 OK 其实是不一样唱歌的感觉。我们可以马上去修正我们的速度啦，我们的音高啦，马上可以做调整，做客制化的一个编制。时间到，我们都很希望快点到这一天的到来。老师很会教，很有耐心。唱好一首歌要看懂歌词，记得旋律，张口唱时还要带入情感。长辈在手脑并用，跟着敲打节奏乐器，和老师一起合奏，一搭一唱，每首歌都是完美组合。记者黄冠维、赖昌邦高雄报道。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许曼珍，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再会。